鼓震天价响，活灵活现的开嘴诗是诏安客家族群特有的民俗文化。相传唐太宗之母重病无起色，一回梦到神仙牵着狮子开口撒娇，含笑睡醒后元气大增，皇帝因此诏令天下悬赏金狮王。诏安客这一只开口狮的时候，他一看到就一下子就跳起来，对，就是这一只哦，皇上马上下令把它邀请进来，所以从那时候开始。把我们这只狮子给册封为进狮王。有了皇帝的封赏，诏安开嘴诗成为唯一能入宫、进寺庙和百姓厅堂的祥诗。结合传统诗艺和武术，能驱邪避凶，却也面临后继无人的危机。现在大家都外出啊，讨生活啊，所以人口外流很严重，我们有那个危机感，所以我们这几年一直认真在发扬我们这些武术，再传承下去。形状像四方盒的狮嘴要开合很费力，铸铁狮头少说6-7公斤，成年男性尚且要轮流换手，让人一惊的却有国小孩子舞得有模有样。你什么时候发现你可以举起那么重的东西？都是些自小练武的孩子，跟着长辈要延续金狮王的美誉。很难得大家相聚在一起，还能叫戏，大家做步哦，大家一起去进山，大家做步学跑了。哦，这是诏安客，对不对？那事先我们讲说，男的太卡七匹胸哈，太卡通好裸衣大丢西，难得大家相聚，大家一起去聚餐，所以你们等下就准备去补充体力了，对不对？对。灰暗夜，乡亲齐聚，开嘴诗的传奇凝聚了客家聚落的向心力。男的太卡七匹胸哈，太卡通好裸衣大丢西。男的太假七匹胸哈，太假胸下來去大丟絲。